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yaxshimisiz？yaxshimisiz ED，你好。你好，老你的乡。电话怎么打不通呀？所以叫热线嘛，青年热线，非常热。打了好几次，很不容易哎。我给你打电话，首先呢支持你的节目，然后今天的这个方案，我看到这个消息了以后非常高兴。我想感谢美国帮助我们维吾尔人。谢谢。我是不是打的是热线？对对对。是不是现场啊？现场直播，对的。你要去多说一点吗？不要这个。首先呢，支持你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今天特别高兴，然后再可不可以推荐一下我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？你也去做 YouTube 了 ？Yeah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You are my inspiration。你是？我主要的是目的是为了帮助国外其他的，比如说土耳其啊、马来西亚那些国家的，给他们提供这个怎么来、怎么申请加拿大的签证。好的，你的这个 YouTube 的名字叫什么？我给大家推荐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的名字叫 Guli Mahsoud，Guly。稍等一下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的频道。希望能。你在加拿大？我在加拿大。对。我好像看过你的视频啊，太棒了！你是？我看一下你的中文里面是维吾尔语吗？维吾尔语。大部分是维吾尔语，然后也准备发布一些用英文，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 research， 就是跟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跟他们交通的比较多，然后听他们的故事，然后我想做一些英文的 YouTube videos。英文的和维语的为主。非常棒。谢谢，通过你的节目来，我给我的同胞们说声给他们，说声大家好，希望你们支持，也希望这是 INTI， 看 INTI 的 YouTube， 能就是传播那个正能量，然后就再不害怕共产党了，就是勇敢的站出来。勇敢的站出来。好的，非常谢谢，非常感动。就这么多，谢谢你，也非常高兴今天的消息。好的，对的，非常开心，非常鼓舞人心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我把这个我们老乡的这个推荐一下啊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他的名字，然后去加一下，非常感谢。终于有朋友们站出来了，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。我们1个人站出来，2个人站出来，10个人站出来，100个人站出来，几万个人站出来。政府应该是害怕老百姓，不是老百姓害怕政府。看看这个香港人民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启示，香港政府就害怕了，也撤销了他的第一个5大诉求的第一个诉求。